哇！淨係睇賣相已經令唔少發燒友食指大動嘅 Magnum Opus，屬於美國天仙貝 Transparent Audio，結集30幾年線材設計經驗，仲累積咗幾千小時響唔同重播系統進行聆聽、微調，兼且注入埋第6代生產技術嘅超級旗艦線材系列。Magnum Opus 線材系列之所以響競爭激烈嘅發燒市場上力壓群雄，除咗歸功於得來不易、做得極之可觀嘅 OFHC 超高純度純銅導體 Transparent Audio 自家研發，能夠將電容、電阻同埋電感值控制響恒定水平，而唔受長度影響嘅校聲網絡模組，亦要記一大功。就以 Magnum Opus 信號線為例啊，每條線身都配備咗2組外殼採用輕巧又堅固嘅非磁性碳纖維生產，入面加咗環氧樹脂嘅校聲網絡模組，令到電磁場能夠自由充分咁擴展，仲可以阻止外來諧振侵襲，減少駐波反射。至於 Magnum Opus 喇叭線所配備嘅低重心重量級校聲網絡模組，就有發燒友稱佢為燒鵝。呢隻燒鵝嘅外殼咧，同樣都係採用碳纖維生產，入面咧就設有由環氧樹脂封裝嘅碳纖維板。佢個底部咧就包含貫徹約束層阻尼技術嘅丙烯酸夾殼平台，仲有4組可以減輕地磁干擾嘅圓錐形釘腳，可以全面抑制外來諧振對信號傳輸所構成嘅任何干擾。接駁插頭方面咧，亦都講究過人。所有傳導節點響組裝之前咧，全部都要經過人手打磨同埋24K 鍍金加工。至於喇叭線所配備嘅 Y 型線叉，就用咗非常昂貴嘅實心鋰銅生產，目的咧就係要打造最優秀嘅零失真傳輸效果。針對 high-end 重播組合而設嘅 Transparent Audio Magnum Opus 線材系列，只會限定響美國總社內進行生產，確保完全符合最高參考指標。出廠之前咧，都必須要通過晒所有嚴格嘅測試，每一件產品都會附帶一張出廠證書。Magnum Opus 線材系列響包裝方面同樣講究過人，防止運送途中出現意外損壞嘅情況。如果大家想親身體驗無所不用其極嘅 Transparent Audio Magnum Opus 線材系列嘅精髓，歡迎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